喂，最后核心侦探所，什么？密室失踪？帮我查一下刚刚出警的消防车的路线。看来这里火药味十足啊！给你点时间，好好想想。现场监控已经拍到了你作案过程。最近咱们出货总是被警察盯，为什么？你最好的兄弟，是因为你才牺牲的。因为咱们这里有鬼。就是因为你们他才被抓了，我要你们给他偿命。30分钟内来天台见我，不然。看来只有请他们俩出山了。两位不会是侦探吧？哎呀，您别开玩笑。怎么可能？你准备好接受现实了吗？侦探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能力，是对真相的执着，对正义的敬畏。不是说你们两个，我们追捕犯人，是能让坏人变好。没那味儿。这都没那味儿啊！我不在乎这种虚伪的表象，我在乎的是破案瞬间的那种成就感，还有真相浮出水面的快感。你说的不会是他们俩吧？请自动投币。